特别过年啊，为了防止非法猪肉制品流入台湾市，政府相关单位曾经拢并甲案来严格检查国外邮包过关的流程。其中防疫犬原本每礼拜2天来支援，现在竟是改做每一天拢到台南邮件中心来协助查验。帮我们侦测这边的高风险邮件。好，谢谢。好，狗狗现在坐下来了，这就是对这个行李有疑虑，那我们就会请邮务人员来帮我们看这一件是不是有状况，会到隔壁的海关检疫柜台那边看。好，一旦邮包当中怀疑有猪肉产品，都要经过电工的检查，也需要进一步来开箱。根据了解，台湾市到目前为止已经查获3件来自泰国寄出来邮件当中含有非洲低温病毒的制品，所以市长委托特别到中心慰劳相关人员辛劳，并呼吁大家一定要记出教训，守条台湾的市猪业，嘛守条台湾人的卤肉饭。因为今年年初，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已经好几件透过邮件来这个寄送里面被查出含有这个肉类制品，其中有3件含有非洲猪瘟病毒。那这个部分让国人或让国内的养猪产业就重新勾起在20多年前的口蹄疫时期，让台湾的养猪产业一夕之间全部消灭那样子的一个情形就让人回想起，那当初的口蹄疫是因为这个走私黑猪肉那因为国人喜欢吃黑猪肉，那造成疫情的扩散那这一次我们在汲取上次的教训。春节期间，大家拢有送礼习惯，所以市府嘛再次提醒，一定要甲海外亲朋好友来通知，千万唔通寄肉类的制品，避免出差错。而且民众要寄礼品到国外进前，嘛要先了解当地国家规定，避免造成对方的困扰，甚至牵涉到走私肉品的问题。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